呢隻11代思域裝11個燈，點11個咧？嗱，四隻門就4個，跟住咧前邊咧就4個，後邊就2個。中控台嗰條打橫嘅咧就1個。後排咧就使用我哋嘅原廠式安裝支架，嗱，直接卡落去得啦。係佢原車嘅後門、前門、右前、中控台、右後、右前。好啦，我哋開始施工，睇1蓋、2蓋、3蓋、4蓋，盤板全部都要拆開。然後線要通過呢度啊，通過車門到車身。嗱，插到呢度啊，插到5令星散噶，好，5令星散都冇所謂，最緊要識得安裝翻啊。呢個就係 USB 板底下嗰隻充電啊，就呢度原廠花位 kit 卡搞掂。终于搞定了，我们来看看效果如何。车主选的是红色灯，前排脚窝灯、中控灯，后排的脚窝灯都会用专用支架固定。门板氛围灯、手套箱灯，还有一个当我们将车门全关闭后，中控灯大概2秒后将关闭。